继续来看南投仁爱乡的无线电通讯系统，因为顶一届的卡努风台拍害去，这个无线电失灵，恐惊会影响灾害的通报甲抢救。虽然这届做风台无带来重大的灾害，但是无线电相关设备的太旧换新，是仁爱乡目前要赶紧解决的问题。 8月初，卡努风台仁爱乡灾情惨重，互真侪所在失电，影响行动电话通讯，互真侪受灾部落无法度和外界联络。这次风灾，很多的基地台的断电，然后没有讯号，那手机其实根本没有用啊。 12年前，6月一场大雨，仁爱乡公所风灾应变中心就是靠无线电通讯随接获灾情状况。不过106年6日水灾过到67年的时间，仁爱乡无搁发生重大灾害，全乡无线电通讯系统万有限的使用总害去。经过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这个灾害啊，我们会再重新的来检视。 仁爱乡长江主成讲，一定调查全乡各村的无线电通讯设备，确保仁爱乡通讯指挥系统在未来灾害来时，会当发挥防灾应变的功能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